Bonnie and Daniel 連續30年係名校區富豪山莊銷量第1名，提供賣家免費網上、電視、報章、雜誌全方位宣傳，累積32年龐大客戶網絡。Bonnie and Daniel 貼身嘅一條龍服務，包括出晒名嘅室內設計裝修，令你嘅物業價值大大提升。致電 The Right Ones 905-883-8888。城里的夜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送你，祝福永不斷。無需付出一，催逼一生答謝，只需我。善心滿東華，星期六晚上8點3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今次單案嘅受害人叫林嘉琪，係一個富三代。咁喺我翻查佢個人嘅病歷同埋家族病史嘅時候，就發現到一個好有趣嘅病例。係恐慌症引到 PTSD。我覺得禁錮佢呢件事有一個人最大可疑。你係咪想講黃有為？黃有為死咗。公司上市喺聯交所打鑼嘅時候突然猝死。黃有為死咗，邊個最大得？法證先鋒路幸存者的救贖，星期1至5晚上8點05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大埔宏福苑嘅大火造成過百人喪生，令全香港陷入哀傷，就連天主教藝人劉松仁亦都唔例外。咁呢件事件對我影響好大，我咁睇得開啦已經，點解我咁難過咧？歸根結底，其實因為我哋有感情，因為我哋愛。劉松仁點樣透過生活體會信仰？黎明之家嘅殘疾青年又點樣激勵咗佢？請留意呢個星期嘅愛常傳。